2026年丙午年，而家講下屬羊嘅生肖運程啦。今年屬羊嘅朋友咧，性格咧就熱情開朗，喜歡幫助他人。舊年咧做事咧就冇方向，冇頭緒。今年咧個運程咧就比舊年為好嘅。吉星咧係有太陽、天空星。今年嘅工作咧就係得到上司男性嘅上司嘅提攜，或者做一啲男性嘅用品嘅生意，譬如係機械、男性服裝，又或者做啲媒體、大眾服務嘅行業 ，IT、電腦、多媒體嘅之類嘅話咧，都係對你係有利嘅。職場上嘅老闆咧，或者上司咧係男性嘅，反而對你工作咧就非常之有利，可以講話係非常之認可你同埋提攜你嘅。財運嗰方面咧，今年咧就財運比舊年咧有明顯嘅進步，可以做一啲歡喜財，譬如婚紗攝影同埋呢個婚禮嘅佈置、整 BB 相之類，對你嘅生意咧有所收益，同時咧又得到貴人嘅扶持。今年咧事業咧財運兩得益，感情方面咧女性咧就得到男朋友嘅愛護，也增加你感情呢方面嘅發展嘅機會。讀書嘅朋友咧有思想呢方面比較係靈敏嘅，但係要注意下啦，唔可以太過不切實際咁幻想，否則咧容易咧影響自己讀書嘅成績。空星咧有把安、黃幡同埋晦氣星，容易對自己所做嘅事情有所不滿意，所以咧要求咧就比實際上嘅事情咧有所距離。注意下長輩嘅健康同自己嘅腸胃問題啦，可以佩戴馬嘅飾物，增強你自己嘅一年嘅運氣啊。